经验对从角度了。如果说稍稍遇到一个恶缘的时候，你人给定了，上面可能没当回去。这样的事情没有把想在自己身上。啊，现在你现在给预期呗，几个预期呗，人什么现在？所以呢，这个相反的把它想着说，这是他的关系，因为他人怎么样的关系所造成的。当然的，中间的鸟钱，秘书是钱那个，没税的钱呢。所以呢，就因为这样的关系，在我的身上承受了这样的苦难，反而就自己觉得说无法承受。以前呢，人多，这样的话，等于就是自作自受了，没有帮助。好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把思维的思路转向过来，这呢，我是曾经所造恶业的果，这没办法赖在任何一个身上。所以呢，这是一切都是我自己所造的恶业，今生承受在我身上。幸好能今生承受在于我身上。就因为修持佛法，因为修持佛法而今生就成熟了，也因为这样就能代替来世不用再承受这样的苦果。所以呢，这个方法是什么呢？这是以意乐转变，把恶缘转变成菩提的修持方法。如果说这样去思维的话，对自己的心身给予幸福快乐。这样已经是以意乐把恶缘转变成为菩提道的方法。当然，这个词句呢，就我们平常所修诵的上师会供里面有。所以呢，这样就能够慢慢的了解这个上师会供是多么的殊胜。我们平常都已经是常常有在修诵啊。所以呢，不但是在每个月2次会供以外，想必大家都常常有在做功课。是不是？你的现在几个的？你的现在有的。我点头跟摇头的话，就有一个问题了。这样头的话，是了，是。罗中找的，我就觉得，俺们这边缘城市忙很多，但呢，插上去，但边缘城市忙多着吧，那这人的属于的这么情况呢，但他人就连闲了的，你写吧这个话，那情况他们就来的地方你写吧，谁的，人数的电板方面讲，早晚上来这看我电板呢，我的几个中午的来的就是电板的，面对的就是来的钱了，那多，我中午早晚的看的就是呢，你就这个他们这电源程度浪费就是在说啥事，先把带到马上就拿菜，家，钱了说一的没对吧？就穷什么，是吧？就是让人老的没对吧？就穷啊。好，我们在修心根本里面所讲的最满情气时，恶缘转觉道。如果说我们平常生病的时候，或者说这个产生生病，或者说怨敌、魔宗等遇到一些不如意的时候，
他到人类连连线了，你人给你给人。所以呢，这样当遇到这些的时候呢，把这些的所有的事情推卸于他人所造的这样。比如说我们这个生一个小病的话，一点的话，给看得清的那种事，但是我自己这个谁你这小事的话，一点的事的话。好，所以呢，当生一个小小的病的时候，这个是什么原因生了病呢？就会觉得说，这个是什么什么的关系，就生了什么病，或者说吃了什么东西的关系，就生了病这样。当然是一个遇到因缘元素，当然是一个这样的机缘，就生了病。这样生病的根本就是因为过去世当中自己所造的恶业产生的。同样的，自己如果说遇到一个自己不如意的一个仇敌的话，所以呢，当遇到怨敌的时候，都没有想到自身上面，都会说这是他害的，这是他的问题，他所造成的这样。所以呢，这追根究底的话，都是一切自己所造的恶业产生的。自己所造的恶业必须经由遇到一个因缘元素才能成熟。所以呢，遇到任何的问题之后，就把他责任都推卸于他人身上。所以呢，这是天所害的这是人所害的，或者这个是魔鬼所害的，这个是非天所害的这样。所以呢，一切的过失都指向于对方他人的。所以呢，不要以这样的方法，相反过来的思维呢是什么呢？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自己所造恶业产生的。所以呢，这个先前所造的恶业产生，这个恶业呢，也是追根究底的话，就是我爱子所产生的。谁让造恶业呢？就是我爱子所造的这个，是我爱子让自己造成恶业的。现在我们就行了。